我諗啊，冇幾多個老廣州可以解釋到呢個奇怪嘅界名啊！嗱，咁啊長話短說啦，字背通津嘅意思咧就係指東山寺，背就指背後，但係嗰個背後唔好意頭，所以就用寶貝嘅貝。通津嘅意思就通往碼頭或者水路嘅河涌路啦。話時話呢條路可以講係東山最古老嘅路啦。1906年，美南浸信會喺呢個地方大片買地，起咗女校啦、住宅啦、教堂同埋神學院。10年都唔到喎，呢片區就成咗美南浸信會喺華南嘅大本營啦。呢度就係嗰陣時神道學校嘅舊址啦。後嚟呢，就成咗呢個大單位嘅辦公地咯。係咯，大家仲記唔記得80年代有本出晒名嘅黃金時代雜誌啊？就係呢度出品噶啦。嗱，繼續向前行，就係呢條路嘅有名嘅打卡點東山堂啦。佢落成於1909年，大家先睇下啲珍貴嘅老照片啦。好睇住佢啊，好有江湖地位噶。佢咧喺60年代係收咗皮嘅，1979年咧就成為咗全國率先恢復開放嘅6間教堂之一。呢間禮拜堂一到年底就爆晒標，嚟呢度打卡啲型男靚女就多到傻晒。嗱，自從呢度成為咗幽靜嘅教區後咧，唔單止好多啲民國嘅達官貴人喺呢個地方建造別墅公館，又因為一戰嘅影響，大批嘅華僑翻嚟結牢定居啦。因此從江東一帶就被稱為華僑發祥地啦，甚至可以講佢係東山少爺嘅原產地。嗱，呢間建於1932年嘅魚園，主人係時任海軍造船總監嘅歸僑伍景英啦。成座樓係由佢設計建造嘅，望過嚟呢座樓啊，據講佢嘅來歷啊，到而家仲係成條字背通津嘅未解之謎。嗱，歷經近半個世紀，中國裏面終於真起來，咁啊喺呢塊洋教林立嘅區域，終於有咗一面紅色嘅旗幟。佢就係1950年建立嘅東方紅幼兒園啦。呢間被譽為5星級幼兒園，係當時全市唯一嘅全寄宿幼兒園。早期主要係接收啲根正苗紅家庭嘅仔女，有好長嘅時間只係接待外賓，唔接待同行嘅。時至今日，佢一直排名喺全市嘅 No.1，仲係全國嘅10大標杆幼兒園之一嚟㗎。嗱，廣州啲家長咧打崩頭都想逼入嚟嘅，唔好意思，時間到要接孫啦，老東山下條繼續。